后来这个同性婚姻的草案宪纲了后，马上来引发到挺同婚甲反同婚团体的关注。同志平权运动者纪家伟认为这是真有智慧的号名法，也毋过反同婚是要求这个草案应该号名号做同性共同生活法，也若无有违反到三权分立的义务。 外界关心的同性婚姻草案总算正式出炉，最后行政院附一个真中性的名称，叫做《司法院释字第78号解释施行法草案》，明定同性伴侣会使准用民法婚姻的规定结婚，有合法的财产继承、医疗权，会使收养子女，也毋过嘛要遵守达以配偶的义务。是蛮惊艳的，觉得这个是有智慧的一个用法。我们在第一时间看到的时候，也觉得说。 真的是史无前例哦，但是我想这显然是一个政治折冲下的一个产物。同志平权运动者纪家伟认为这个草案的名真好，挺同的团体判例名嘛肯定行政院拍拼，也不反同的团体幸福名有无共款的看法。行政院把这种司法院大法官会议解释超出司法权的范围的这部分的意见拿来作为施行法，这个我们是觉得错把鸡毛当令箭。幸福名嘛要求应该将草案的名改为同性共同生活法，也若无就可能违反三权分立的原则。挺同反同对草案的意见无共款，恐惊说来要一番的争论。